創世記ที่47章ที่17若是真去告訴法老說，我的父親和我的弟兄帶着羊群、牛群，並一切所有的，從迦南地來了，要劍在歌珊地。第二節，若是從他父親中挑出5個人來，引他們去見法老。第3節，法老們若是的弟兄說，你們如何是為入？他們對法老說：你僕人係牧羊的，連我們的祖宗也係牧羊的。第4節，他們要對法老說：迦南地的地方甚大，僕人的羊群沒有錯失，所以我們來到這裡。幾時現在求你用僕人往歌珊地。第5節，法老對約瑟說：你父親和你弟兄到這裡來了。第6節，埃及地都在你面前，只管叫你父親和你弟兄出在國中最好的地，他們可以出在歌珊地。你若知道他們中間有什麼男人，就派他們看管我牲畜。第7節，約瑟領他父親雅各進到法老面前，雅各就給法老作囑咐。第8節，法老問雅各說：你平生的人日係多少呢？第9節，雅各對法老說：我基基差事的人日係134，我平生的人日又少又苦，不及我哋做差事基基的人日。第10節，雅各要給法老囑咐，就從法老面前出去了。11節，若是遵從法老的命，把埃及國最好的地，就是色蘭色見女的地，給他父親和弟兄記住作為產業。13節，若是用糧食奉養他父親和他弟兄，並他父親全家的眷屬，都係照國家的人口奉養他們。13節，饑荒興起，全地都吃了糧，甚至埃及地和迦南地的人都因那饑荒的緣故都餓昏了。第14節，約瑟就治了埃及和迦南地所有的園子，就係眾人低量的園子。約瑟就把那園子帶到法老的宮裡。第5節，埃及地和迦南地的園子都發錢了，埃及眾人都來見約瑟說：我們的園子都用錢了，求你給我們糧食，我們為什麼是在你面前呢？第16節，約瑟說：若係園子用錢了，可以把你們的牲畜給我，我就為你們的牲畜給你們糧食。17節，於是他們把牲畜趕到約瑟那裡，約瑟就拿糧食分了他們的牛羊驢馬，那些人因分他們一切的牲畜，就用糧食養活他們。18節，那些人過去，第二日他們又來見約瑟說：我們不瞞我主，我們的園子都發錢了，牲畜也都歸了我主。我們在我主人前除了我們的身體和田人之外，一無所剩。19節，你何用見我們的人是地方呢？求你用糧食買我們和我們的地，我們和我們的地就有給法老效力。要求你們給我們的種子，使我們得以存活，不至於死，地土也不致荒涼。20節，於是約瑟為了法老買了埃及所有的地，埃及人因被饑荒所逼，就都賣了自己的田地，那地就歸了法老。21節，至於百姓，約瑟叫他們從埃及這邊去到埃及那邊，都各歸各省。22節，未要支持的地，約瑟沒有買，因為只是要從法老所得的長俸，他們是法老所給的長俸，所以他們不買自己的地。約瑟對百姓說：我今日為法老買了你們和你們的地，看啊，這裡要種子給你們，你們都可以種地。24節，後來大量的時候，你們有150分之一的納
劫法羅，使本可以歸你們做天理的種子，也叫你們和你們家口孩童的食物。25節，他們說：你救了我們的性命，但因我們在我主人前蒙恩，我們就做法羅的僕人。26節，意思若是比埃及ที่天下上列切多檢驗，法羅必得5分之一，被ทุ指示的ที่พูดคุย法羅。27節，以色列人出差埃及的各山ที่他們在那裡只有山入，並且生育升道。28節，雅各出差埃及ที่17年，雅各平生的年日係147歲。29節，以色列的四期年春了，他就叫了他兒子約瑟來，說：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向你把手放在我太腿上地下，用慈愛和誠實待我，請你不要將我裝在埃及。30節，我與我主我父同在的時候，你要將我帶出埃及，裝在他們所裝的地方。約瑟說：我必遵從你的命而行。31節，雅各說：你要向我起誓。約瑟就向他起了誓，意思以色列在床頭上敬拜上帝。